为了推广在地美食甲特色店家，区公所甲咸水商圈合作办理2020咸水商圈意面嘉年华，活动邀请50多间美食特色业者设档，让世界民众一届就当吃到、饮到各种的美食。同时，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，主办单位另外规划意面试吃、即张摸彩、精彩表演等，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。这一次除了有精彩的活动以外，我们也有办理那个台南市养猪协进会国产猪的试吃品尝。我们公所也有结合我们盐水区农会办理盐水意面的品尝试吃，还会有我们的摸彩活动以及我们的扭蛋赠品。那当天在盐水还会举办我们义展杯的写生比赛，那欢迎各位大小朋友一起来盐水参加。区公所甲咸水活金港文化观光商圈发展协会联手，希望透过办理咸水商圈意面嘉年华，将在地特色物产行销推广，让更多人知影。欢迎市民大众12月5日做伙来到咸水区中山路世界吃美食。意面甜不甜？甜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